娛樂圈嘅愛情成日都被人話來得快去得快，可以真正拍拖10年，再由情侶變成夫妻，真係唔容易。而楊明同莊思明就係其中一對最令人羨慕嘅情侶。2016年，兩人正式公開戀情。由一開始，外界就好關注佢哋，有人覺得兩人性格唔同，亦有人認為娛樂圈感情變數太多，未必可以行到最後。不過時間證明咗一切，拍拖之後，兩個人一直感情穩定，經常一齊出席活動，亦唔介意喺社交平台分享生活點滴。無論生日、旅行定係家庭聚會，都見到佢哋恩愛嘅身影。真正考驗一段感情，唔係甜蜜嘅時候，而係遇到困難嗰陣。楊明曾經因為官司同醉駕事件，令形象同事業受到唔少影響，工作一度減少，承受住好大壓力。當時唔少人都估計莊思明可能會選擇離開，甚至覺得呢段感情好難再繼續。但莊思明冇咁做，佢一直陪喺楊明身邊，支持佢，鼓勵佢，一齊面對外界嘅質疑。佢曾經表示，每個人都會犯錯，最重要係願意承擔責任同努力改變自己。正正因為呢份信任同支持，令楊明更加珍惜身邊呢位一直陪伴自己嘅另一半。楊明亦曾經公開表示，人生最低潮嘅時候，最感激嘅就係莊思明一直冇放棄自己，有一個願意同自己共患難嘅人，比任何說話都更加珍貴。拍拖10年，外界不停催婚，但兩人一直都冇因為壓力而急住結婚。佢哋相信婚姻唔係交功課，更加唔係向任何人交代，而係兩個人都準備好，先踏入人生另一個階段。經過10年愛情長跑，兩人終於正式拉埋天窗，展開婚姻生活。消息一出，唔少圈中好友同網民都紛紛送上祝福，大家都話呢段感情終於有一個最圓滿嘅結局，由相識、相戀到經歷風雨，再到今日修成正果。楊明同莊思明嘅故事話俾大家知，真正嘅愛情唔係永遠順風順水，而係無論順境逆境都願意留喺對方身邊，一齊成長，一齊面對未來。希望楊明同莊思明婚後繼續恩愛幸福，白頭到老。亦祝福佢哋未來家庭美滿，攜手迎接人生每一個新開始。如果你都祝福楊明同莊思明，記得留言送上一句祝福，like、分享同 follow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